须是一种怎么样？我把它化掉，这叫做忍辱波罗蜜，忍辱。人家那个修行的最高境界叫忍辱呢，对不对？要忍耐，不是忍耐，忍耐只是压而已，要忍辱，像忍辱大仙那种人。所以一切法，一切法都在什么？忍。法成于忍，成于忍，一切法都成于这个忍字，忍看看。这时候的人修行最难，就是在这一个字。有没有这么觉得？真的，你给我气看，我化了，我的火就来了，你就害我烧到我的功德林了，是不是？那其实是谁烧谁？自己烧自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要放下自己的习性。我说放下，其实无非就是放下你的执着心，放下你的习性，放下你的毛病，放下你的恶念，放下这一切，不是叫你全部财产都放下啊，钱也不要了啊，儿子女儿都不要了，家庭也不要了，不是叫你放这些东西啊，你放这些东西来找我，我也没有办法救你啊。要放下你的执着，放下你的分别，放下你的妄想，是要放下这些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啊，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所以说，我们说要放下，放下才能够怎样平等，才能够见到自己内心的世界多么的宽广。我们从来没有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我们常常都在听别人对我们的声音。那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怎样？我们就非常的怎样不舒服。但是你却不能够去接受你内心的声音是什么。所以见性是空，平等是德。我们今天要明心啊，明白你内心世界到底你现在的内心是处于什么样的。那明。